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玉梅老师带大家好运通了。其实啦，玉梅老师特别要同大家讲运通的时候啊，自家都动感动啊。因为我今年58岁，过天也就59岁，啊，可以保持安尼身体，好安尼能量，安尼热情，安尼爱心，全部是因为我多年来累积的，好练身体、做瑜伽的能量。哈，故说呢，热心呢，要培养恩养的哈，加强妇人家什么的小姐啊，来热事业哈，我唔会肚子痛啊，哈，唔会讲肚子胀啊，排唔出来啊，冇做滴滴答答啊，我一礼拜生日这样结束。哈，虽然啊更年期冇诶，不过呢，因为一路来我就有练瑜伽。哈，故说我肚子、我热事啊，完全唔会造成困扰。当然啦，除了运动之外呢，更重要的唔好是病的啦，哈，个肚子要保暖啦，唔好肚脐流出来吹到风啦，哈，个食熟熟的东西啦，哈，唔好是寒凉的东西，也安尼本来就要当注意的啦。哈，重点是安尼运动，哈，安尼动作，简单的动作，当日做就可以累积动好的能量。哈，因为老师今日呢，要带大家做动简单的，都有看呢，哈，水幕前啊，风床前啊，做简单的蛇式，哈，撒狗啊，个头呢安尼，好，因为你看个撒狗哈，你看电视啊，看个安尼动作节目们，你看个撒安尼，好。手给胸脯就打开了，肚子就到下摆。所以，那瑜伽哈，记下千年来嘅安尼古老的智慧哈，特别印度人哈，懂贫穷哈，冇医疗的设施，全部就用瑜伽哈来保养身体。所以呢，体呢很多蛇式撒狗哈，撒狗的个姿势哈，你看哈，因为老师教哈，叫可以安尼并起来，没可以打开来。好，假使吼张开始的家，你做较强的时候，没可以你看啊脚哈，脚卡起来，好绕进来，好啊，你先下来去，先让额头着地，好，手掌不用等，让手掌哈都肩头的正下方，好，成手掌跟老肩头成一直线，好，两掌，好，各位吸气的时候吐气，吸气，好，让胸脯打开来。好挺，好吐气的吸气，人肚子会顶到人个体内，好吐气，好慢慢的下来，好不用强松，吐气，两只手交叠，额头好人个安尼前额不用人竖哈，好，第二人脚打开来，吸气，同样啊，安尼手打开来，好握一拳。不用多了，好，吸气的时候，同样，好，挺多了，好，脚并起来，记得哈，胸脯打开来，将近莫安尼误等安尼，也是错误的啊哈，也是唔错的方法吧。你的肩头往下推下去，身体打开来，好，给我做一下变化式哈，两个肚子会扭到很个深层，好，向右边看。好，让脚抬起来，好，挺多呀，唔免可以安尼。好，慢慢的吸气转来。好，过来翻片哦，抬起来，吐气。好，慢慢吸气，转来。乡亲朋友有看到冇？你的身体放起来去，迄免人肚子都提哪下。你肚子头提哪下呢？你受力就较大，好，你就要用力，好，咁慢慢的你进步去的哈，你进步去的手拿起来，安尼法冇用手哈去支撑，就用人肚子，好，这样来人手可以打开来，做变化，好，没可以往后，好，没可以安尼。好，不用向上吐气。安尼玉梅老师是一身好呢哈，吐气，给他能量动强。好，不用向上，吸气，要脚不用向上，吐气。好，这样转来去，
推一下，吸气，向后背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放起来。好，安尼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吃到讲，要肚子哈收收啊，做好些你就肚子收收，给收收之后，人血液循环加速。好，加速人的新陈代谢，让人不好的浊气啦，哈，累积的毒素啊，哈，排除体外。好，要这动作，好，很多蛇式，好，够听耶通早，很多蝗虫式。咁嘛那瑜伽呢，哈，全部做些老给动物学习啊，学动物安尼哈，做些动物有那个形状啦，就。老动物学习，回到大自然的样诶，也没可能做的安尼动神法啦，动灵活，哈，天天人的蝗虫式哈，天人的脚哈，先按呢左脚徛起来，天天呢不用到前面，好，不用到前面，也右脚向后背，右脚向后背，乡亲朋友看下后背的脚哈，你可以后背脚不用平来，没可以脚尖颠。你可以按你颠起来，没可以不用平了。同学们有看到吗？一鸣老师左脚到前面的时候呢，也会压迫到那个肚子的子宫、卵巢，有冇？那瑜伽真的很美很美，你可以哈，真给那按你做哈，就会调整人的血液循环，调整人的身体的内分泌腺体，真给。你看，一鸣老师假是讲看出来哈，唔像我今年60很好走啊，高天年60冇好走，60岁真冇好走啊。你说比讲瑜伽有几台功力，你说还做之后，好，人家做脚到前面去，慢慢的吐气，那身体的重量压迫到人家的子宫卵巢，好，慢慢的向前，人家手不用了呀，好，不用到呀休息，好，你脚尖踮起来没做对，你就停到了呀。好，假使你停到牙齿都讲，你要更加放轻松，你就按呢，吐气，你脚停到牙，好，慢慢的吸气放起来。乡亲朋友，一只动作嘅安尼，一只动作嘅安尼作用做迄个，那老娘安尼身体的重量压迫到人子宫卵巢，好，压迫到它，过老给得到动态按摩，好，肌肉。给肌肉最大的能源、最大的力量就是收缩。好，你记得咯，肌肉本给动态能量，动态给安尼能量的来源，做安尼输，好，个标，好，安尼原理哈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同样安尼，轻轻的拿上起来，吐气，恢复。好，个右左脚，好，最后右脚，同样哦，一只脚徛起来，好，慢慢的。不用到前面，看到杨前面有，按你不用下来，天天的身体两只舒服的呢，天天的下来，天天的下来，吐气，好，一片你就看它清楚，看一片，要骨盘咩，好，要髋关节咩，那个骨盘哈，有弹性，哈，能够活化那骨盘那个能量哈，所以常常老给挤压按摩。好，故说你按呢，不用下来去的时候呢，你按呢，好，你可以脚尖颠，你要加强些，你可以放起来，你可以脚趾头离地。很多朋友瑜伽真嘅动好搞，真嘅我知道我动感恩哦，个老天爷有帮我给一生人的安尼机会教瑜伽，分享瑜伽，我们希望一鸣老师的健康，好带本大家，好可以感受到讲啊，最后按你做按简单，按呢。总会反地心引力咩？平常行路啊，哈，行路最好行路啦，冇办法做到一条。好，你看按你压迫到，不用到了呀。好，吸气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唔好用看呢，哈，乡亲朋友唔好用看呢。同一鸣老师向下走，掌握有能量。好，吐气，数不用下来。好，额头放轻松。你可以的呀，休息。好，你这么听，不用强松。休息，再日睡梦了，你就安尼，扑顶来安尼睡梦一下，好，安尼时候人家啊，动酸啊，酸都动爽快啊，真紧啊，好，那一滴滴的哈，好，慢慢的做，好，吸气的时候，好，
一咻，放起来，好，不用强松，好，慢慢的抽上来，好，胸挺起来，好，乡亲朋友，最近啊，当到我学生的医生、迄律师哈，当到各行各业，拢老玉梅老师学瑜伽，好，伊也都看到我根本安尼成绩。就讲一句话，我们当感动。伊讲玉梅老师，因为投资人身体当长的时间呢，故说多落去就开始轻松。好，大部分人呢投资人的存款啊，好钱赚当多的，身体啊用唔到，本费用啊，抢佣人抢外劳，好安尼当辛苦，好。也系听一只动作，系对妇女啊，对人的骨盘，不止妇女哦，不止讲对夜市哦，哈，对人的任何的细奶细毛的哈，人的行路要去旅行，要去出国，做系做安尼骨盘的动作哈，好，因为老师还有一个法宝哦，还有一个好，还有一个动作，很多蝗虫式哈，要强用要加强腹腔、腹部的能量哈，安样诶，要牢记。然后给得到最大的按摩哈，跟也个安尼调整，好，同样哈，安尼慢慢的下去啊，安尼扑下去去咪听听呢，好，慢慢的安尼吸气、吐气，变下来，脚变向上，好，然后同样哈，舌势，前面个舌势呢，迄前面的上半身卡起来，好，本肚式力量，蝗虫式呢，卡后背。好，脚抬起来，好，你手不用到俩，好，不用下巴呀，让脚抬起来。乡亲朋友有看到吗？按你后面都是实力，好，你可以不用安尼，好，这样躲猫猫啊，对啊，叫，好，慢慢吐气，好，慢慢吐气放松，好，你可以下巴不用到俩。每一天都卡动高啊，你讲人脚一滴都没做的，一滴嘞，按来做一滴滴嘞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慢慢的卡起来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吐气，吐气，啊！乡亲朋友，你听嘛，做完哈，当舒服啊，当做起哈，每次都当酸，好，做完起就当舒服，好，放起来起没重样哦，安尼一咻，松一下，好，慢慢的放起来。好，乡亲朋友，玉梅老师的动作真紧当简单，好，莫相信爱，相信你去干，你去做就对了哈。好，安尼也是那个粤式的个动作哈，不管是安尼啦，脚抬起来啦，哈，扑蹬啦，扭转啦哈，当我大部分身体动态的利益哦。好，也心呢就做到呀，记得咯，记得，当日做5分钟，安子生。